個係西環魯班廟嘅屋頂，兩邊紅黑色高出嚟嘅係山牆。兩條瓦脊前後四面都有做工精巧嘅圖塑公仔，訴說《封神榜》嘅故事。2024年10月被列為法定古蹟嘅魯班廟，係香港唯一供奉魯班為主神嘅廟宇，建於1888年。1928年重建嘅時候，喺屋頂加上兩條瓦脊。2年前，廟宇嘅擁有人香港魯班廣悅堂得到政府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撥款380萬元復修。今次我哋就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決定咧，就係其實兩組嘅圖塑咧，我哋都喺現場拆晒落嚟，全部運上去中山何師傅嗰個龍窯嗰度做修復嘅工作。我哋都側重翻用翻原工藝、原材料，用翻傳統嘅方法去做啦。咁所以咧，就我哋特登將呢條石咧運翻去內地。其實我哋今次嘅復修咧，主要都係以一種修舊如舊嘅概念去做嘅。我哋都盡量希望咧能夠保留嘅，我哋都盡量保留落嚟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係以維修為主嘅。咁當我哋師傅上去魯班廟上面嗰條石上面睇嘅時候咧，其實最初去驗到咧都成過千個地方有問題。咁當然大家都會估到㗎啦，即係可能有啲公仔嘅頭啊、手啊會甩咗啊咁樣。咁當然有啲部分我哋揾唔翻咧，咁我哋嗰啲就真係要重新燒製過㗎啦。經過評估，義進前面中間一組圖塑公仔因為破損嚴重，要重新燒製。咁中間呢個部分咧，就其實一般嚟講咧，就係成個舞台嘅場景裏邊咧最主要嘅部分嚟嘅。左右兩邊咧就係不斷咁推演個劇情，去到中間咧就係一個最主要嘅部分。而家大家見到嘅呢個面咧，就係成個《封神榜》古仔嘅壓軸嘅部分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就係一個大場面嚟嘅。咁就係咧，周武王啦同埋姜子牙咧就殺到入朝歌，商朝嘅紂王咧就起兵就抵抗啦。中間咧就係周武王啦。咁紂王要起兵抵抗啦，咁所以咧你就會見到綠衫背後有兩支旗嗰個咧就係紂王嚟嘅，另外右手邊嗰個咧就係藍衫嗰個咧就係姜子牙嚟㗎啦。其實呢啲咧係一啲粵劇嘅造像嚟嘅，一個廟點解會有一啲粵劇嘅造像咧？其實喺文化上嚟講咧，我哋都會諗到一啲節誕嘅時候咧，都會有啲神功戲嘅。咁但係呢個節誕咧，喺一個廟嚟講，唔會1年365日都有噶嘛。咁所以咧，當我哋擺一啲嘅裝飾喺上邊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擺咗一啲戲台嘅公仔喺上邊啦。可能仲有啲位，咦？點解呢度塊面仲有一笪唔執翻佢啊？咁樣咁其實咧，師傅咧就話，如果要做一個比較好嘅復修咧，其實可能要成個頭換咗佢。咁但係咧，我哋都係因應翻嗰個情況啦。咁如果唔係太過嚴峻咧，我哋就唔想做一個再大型啲嘅破壞。中國傳統建築兩側嘅牆稱為山牆，好似魯班廟呢一種高出屋頂面嘅山牆，由於有防止火勢蔓延嘅作用，所以稱為烽火牆。魯班廟嘅烽火牆共有5級，又稱為五岳朝天，喺香港比較少見。古建築中只有九龍城侯王古廟同平洲天后宮有呢一種烽火牆。佢係分咗幾級。就類似三角形咁嘅樣，有個尖角嘅。其他嗰啲咧就多數都係平嘅直角嘅。有另外一啲，譬如好似長洲玉虛宮咧，就有一啲波浪紋向上咁樣去嘅咧，就同五行有關嘅。山牆頂部即係山尖，同牆身之間嘅磚砌駁縫有黑白色嘅灰塑裝飾，顯得特別搶眼。多數香港嗰啲駁縫咧，都好似佢咁樣，都係一啲捲草嚟嘅。捲草咧，多數都係有一啲葉啊，有啲草啊，尖尖地咁樣一梳梳咁樣突出嚟嘅。咁佢咧就有部分咧就融合咗
捲草同埋拐子紋。拐子紋咧就係一個勾咁樣彎來彎去嘅。魯班廟有4幅做工精湛嘅灰塑人物故事，係廣東高要灰塑大師鄧子舟同鄧居謙父子喺1928年嘅作品。古蹟辦希望可以由鄧子舟嘅後人負責修復，於是揾嚟鄧家第4代傳人鄧秋帆。係好驚喜嘅當時，因為咧我太爺同埋爺爺嘅作品咧喺內地呢邊咧，因為歷史原因咧就基本上好難揾到噶啦。喺我哋心目中咧，覺得已經係喺呢個世界上都揾唔到噶啦，心入面有一種呢種遺憾嘅。但係當得知道香港呢邊仲有保留咧，就喜出望外呢種感覺。灰塑嘅主要原料有石灰、沙粒、稻草、糯米粉等，發酵成漿之後塗抹喺骨架塑形，然後再加上顏色。鄧秋帆認為太爺工藝嘅獨到之處，主要表現喺人物嘅衣服上面。特色咧就人物嘅衣摺係比較出色嘅。嗱，好似我哋而家啲衣摺咁樣，即係會睇起身比較複雜啊。佢能夠以好準確嘅手法將佢簡化，然後再好自然嘅表達出嚟。喺呢幅劉備過江招親灰塑，劉備帽上嘅絨球有一半係鄧秋帆新做嘅。呢一位冇上衣嘅男子拳頭因為斷咗，亦都要重新做過。魯班廟嘅規模唔大，但廟內嘅建築裝飾，特別係木雕就好有特色。魯班廟嘅彩門掛喺正殿前嘅上方，有吉祥同祝福來者嘅意思。佢嘅頂部係一對鰲魚同火焰寶珠，兩邊有牡丹、喜鵲同鳳凰鹹花籃。上方人物故事係加官進爵，下面中間嘅故事係薛剛反唐。木雕製作者係梁蘇記。香港嘅梁蘇記咧，喺1941年先至開始有嘅啫。咁原來佢早期咧就喺1885年咧喺廣州嗰度已經有噶啦。咁呢一個彩門咧就係1928年做嘅。咁相信咧就唔係香港嘅梁蘇記做。咁即係我哋可以咧就對呢個香港嘅梁蘇記咧多啲了解。原來佢個前身喺廣州個店鋪啦，除咗遮之外，都有做木刻嘅，而且個工藝都好精湛嘅。彩門咧，我哋就同古物古蹟辦事處合作，咁邀請文物之友去參與呢個修復嘅工作，包括面層嘅清潔啦、黐金箔啦，同埋做少少 touch up 嘅工作咧，就令到佢嗰個修復後嘅金箔咧個對比唔太大嘅。魯班像前嘅香案木雕喺規模同工藝上，喺香港古建築中亦都數一數二。多數嗰啲香案咧都比較細啲嘅，即係上下分兩格，主題咧就喺下邊嗰度嘅。咁嗰啲人物咧嗰個主題咧就喺中間嚟嘅，而兩邊咧就用花鳥啊其他嘅副題嚟做裝飾。魯班廟嗰個咧可以分到5格咁長嘅，咁係好大，而且佢係全部都係個人物嚟嘅。人物咧亦都係前後嗰個層次好豐富嘅，而每一個人個動感都好強嘅，嗰個主角同埋個配角都好分明嘅。木雕故事係薛丁山征西，但主角並唔係薛丁山等唐朝官員，而係西遼國大將蘇同寶。薛丁山做兩邊嘅配角嘅咧，係西遼國嗰個做主角。但係咧，你呢個有個特別咧，就佢嗰個西遼國嗰一啲能人異士啊，佢全部做晒出嚟，揸晒佢哋嗰一啲秘密武器出嚟。魯班廟嘅建築裝飾，仲有牆頭嘅圖塑，喺唔同地方嘅灰塑同壁畫，以及封禪板同匾額等。每年嘅魯班先師誕咧，我哋會有舞龍舞獅啊、祭祀嘅活動啦，亦都魯班誕嘅晚宴啦、魯班獎選舉啦。咁其實我哋都希望透過唔同嘅活動咧，繼續傳承魯班嘅精神。同埋工匠嘅精神，就係精益求精、一絲不苟啊嘛。其實你每個行業、任何人都應該要學習。